最困难的大概是无法预测的雪崩。对啊，安纳普纳这条技术路线，基本上在我们的攀登能力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可是它很麻烦的就是遇到雪崩，那雪崩可能会是意外。对，那意外可能就没有办法，这是天命这样子。对。这个衣服是我们特别定做，依照我的肤色去定做他最喜欢的颜色，然后给予这个战袍，好不好？祝福你成功、安全、平安。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啦，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打完疫苗了，然后是尼泊尔其实他们很早就开始打了。对，那这时候也是这个座山的攀登季，对，所以我们错过了，可能就要再往后延。对，那所以我刚好选在这个时候，是有一点之前就算是有点先超前部署了啦。对，那我知道他们那边现在目前他们给我的回应都是，他们现在都没有在戴口罩，而且在1个多月前就已经有在打疫苗了。对，所以相对的对我来说算安全。我现在目前春季这个季节先爬的就是道拉吉里，然后再来爬先爬的是安纳普纳，对，然后再接着爬道拉吉里。对，然后从3月20到4月25，这里是安纳普纳，然后从4月25到5月25，那是道拉吉的攀登季。对。其实还蛮赶的，好像1个月直接下来。对，这个是目前国际的攀登的方式。对，因为你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做高度适应。对，那你就可以直接连着爬这样子，所以你要把你的策略，把自己的体能消耗不能消耗太多。最困难的大概是无法预测的雪崩。对啊，安纳普纳这条技术路线，基本上在我们的攀登能力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可是它很麻烦的就是遇到雪崩，那雪崩可能会是意外。对，那意外可能就没有办法，这是天命这样子。对。所以夏天你还是会决定去再试一次。我期待可以，可是我比较保守一点，我要先知道我的安纳普纳爬完的状况，然后我才有办法做评估。对，那如果我爬完觉得不太适合，我可能 K 度也不一定会去。对，可是重点还是安纳普纳。就是春季这个计划对，先完成，因为爬 K 度你需要高度适应。对，那我就要先看我的高度适应目前状况如何。对，然后才有办法去判断可不可以爬 K 度。